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詩篇第23篇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詩篇第23篇嘅標題係大衛的詩。中國嘅神學家江守道話，呢一篇唔係牧人所寫嘅詩篇，乃係羊所寫嘅詩篇，係將羊對牧人嘅感覺係寫出嚟，讓我哋去知道。我哋睇到呢度詩篇中嘅羊並唔係普通嘅羊，佢係象徵咗逾越節嘅羊羔，係完美無瑕嘅典範，係足以代替人類嘅罪被獻上，就係主耶穌基督佢自己。呢個生命成為咗我哋嘅榜樣，因為屬神嘅人其實都係神嘅羊，都係屬於神嘅產業，亦都係神所愛嘅。喺以賽亞書53章6節嗰度話，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華使到我哋眾人嘅罪孽都歸喺主耶穌基督嘅身上。呢一隻羔羊嘅生命質素成為咗我哋嘅榜樣。彼得前書2章21節嗰度話，你們蒙召原是為此，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。喺約翰一書2章6節，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，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喺最後嘅逾越節晚餐之中，主耶穌站起嚟，脫下咗外衣，手裏邊拿住毛巾去束腰，給門徒去洗腳，又用束腰嘅手巾係擦乾門徒嘅腳。主耶穌洗完咗佢哋嘅腳，就穿上外衣，又坐低對門徒講：我向你們所作的，你們明白嗎？你們稱呼我老師，稱呼我主，你們說得好，我本來就是。我身為你們的主，你們的老師，尚且洗你們的腳，你們也應該彼此洗腳。我給你們作了榜樣，好讓你們照我對你們所做的那樣去做。喺馬太福音嘅11章28至29節，主耶穌說：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呢一隻羔羊嘅生命質素成為咗我哋嘅榜樣。喺哥林多前書11章1節嗰度，使徒保羅亦都話：我係效法基督嘅，你哋應該要學習我效法基督。喺呢度我哋見到，其實主耶穌基督係我哋嘅榜樣，佢喺呢個詩篇23篇裏邊成為咗一隻係無罪嘅羔羊，佢嘅生命嘅質素係我哋所應該要學效嘅。主耶穌基督佢親身作為逾越節嘅羔羊，佢已經親身經歷過詩篇23篇嘅整個過程，而家佢已經係坐喺天上神嘅右邊，係已經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詩篇23篇套用喺我哋身上，呢一首嘅詩篇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個人化嘅效果。詩篇23篇1節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對於每一個因信稱義重生得救嘅基督徒嚟講，耶和華必然係我哋嘅牧者。但係人有時係會執迷不悟，被罪所困，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但係如果我哋去選擇不以耶和華為我哋嘅牧者，我哋嘅靈命就會開始缺乏，甚至枯乾，並且瀕臨死亡。詩篇23篇2節，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青草地係每日生活當中嘅供應，可安歇嘅水邊係不再飢渴嘅一種安息嘅狀態。我哋要回想主嘅恩典，一切都係佢所賜嘅。佢曾供給我哋每日生活當中嘅各方面嘅需要，並且賜予我哋有安息嘅時間去享受安息。詩篇23篇3節，他使我的靈魂甦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呢度正如詩篇19篇7節，耶和華的律法全備，使人甦醒；耶和華的法度確定，使愚蒙人有智慧。我哋因着聖經嘅真理，亦都靠着真理嘅聖靈嘅啟迪，我哋都曾經有過靈魂甦醒嘅經歷，以致能夠決志相信主耶穌基督，因此而得着呢個大能嘅福音嘅拯救。以賽亞書57章15節，那至高無上永遠長存，名為聖者的如此說：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，卻與心靈痛悔的謙卑人同住，要使謙卑的人心靈甦醒，使痛悔的人內心復甦。呢一個過程係一個心靈痛悔嘅悔改過程，係一個經歷重生嘅過程。
正如何西阿書6章2節，過2天他必使我們甦醒，第3天他必使我們興起，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詩篇23篇4節嗰度話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人生總有幽谷嘅黑暗時期，但係往往呢個係源於我哋生命狀態之中嘅陰暗面，係我哋自己力不能勝、不能解決嘅問題。但係有神嘅同在，我哋總係不怕嘅，因為有神嘅杖同埋神嘅竿。牧人用佢嘅杖或者木棒去趕走嗰啲猛獸嚟到保護羊群，又用佢有鈎嘅竿嚟到引導迷途嘅羊翻去正路嘅當中。神嘅保護、管教同埋引導係要使到我哋得着益處，能夠度過呢個黑暗嘅時期，並且能夠喺死蔭幽谷中都能夠成長。詩篇23篇5節，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呢個係一個應許，係應驗喺約翰福音16章同埋14章主嘅應許之上。約翰福音16章33節，在世上你們有苦難，因為仇敵撒旦佢仍然喺世上去作惡，所以我哋仍然需要喺敵人面前去生活。但係主耶穌係會為我哋擺設筵席嘅，並且約翰福音14章27節，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，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，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14章16節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。14章17節，就是真理的聖靈。喺呢度，主耶穌基督係應許我哋會得着聖靈嘅油係高咗我哋嘅頭，使到我哋嘅福杯滿溢嘅。詩篇23篇6節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喺彼得前書嘅5章10節，那賜一切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了你們，得享他永遠的榮耀。在你們暫受苦難之後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，堅固你們，賜力量給你們，建立你們。主耶穌基督佢親身作為逾越節嘅羔羊，佢已經親身經歷過詩篇23篇嘅整個過程。而家佢已經係坐喺天上神嘅右邊，係已經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冇錯，全心跟從主嘅人都可能會經歷苦難嘅，但係佢哋所經歷過嘅，亦都係神所從來冇叫我哋缺乏嘅一種生活。佢冇留下一樣嘅好處唔俾我哋嘅。我哋都係基督徒，係跟隨基督嘅人，係在基督裏面新造嘅人，係以基督為最高嘅榜樣，係要服侍神同埋服侍人，係要睇見教會嘅合一成長。我哋冇其他嘅選擇，我哋嘅意念必須係與基督嘅意念相同。我哋嘅想法同埋態度，亦都要常常係謙卑順服、勇敢無私、服務同埋捨己為人，甚至至死忠心，直到永遠住在耶和華的殿中嘅嗰一天。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